耶和华啊，求我上帝啊，我里面伫你的面前求救，愿我祈祷到你的面前，求你按伊空听我祈求。咱大家做伙来吟诗，新信诗219首，旧信诗24首，会众请起立。咱做伙用上帝才了解来告白咱的信仰，且献开信息的头前面，也是看头前的投影片。第一届，在笑了。第二届，因为我第三届，第四届，
一切大地中间的做法，一切人拢有通做，因为明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大地中间的万物，第七就是所以耶和华所创的万有，是以最细。第五届。要保定列老的列老物，好列之际，耶和华以修的所修水的一条不得。第六届。唔通害死人。第七届。唔通惊第八届。唔通交地。第九届。唔通做地干净，通排列主义。第十届。唔通通列主列主，也唔通通列主列国。都往如理如一切处理一切所有的。会众请坐。咱做伙来教读课文第10篇，请掀开信息后壁面，也是看头前的投影片。我来刻，会众来应。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了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了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会惊赢。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犹原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地仰望伊的面光，追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免于受灾。伊会互我藏伫石坡顶，互我的头安全，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旁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舞蹈上主，上主啊，我求救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引导我，伊对我讲：就来调整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唔通插我，求你毋通收去赶你的奴仆，你一直是我的帮山。拯救我的上主啊，上帝啊！求你唔通扶抓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去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的等待，求你带我行其他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我交互因。因为你用为情拥抱我，我亲身一项事，要我怜悯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就勇敢壮胆，这声就信靠上主。这是我来一起来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1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来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在你所赐的土地上努力的生活，求主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我们是如此的软弱，也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智慧，使我们所行所做都属主的主意。主啊，也求你保守外出远行的，亲临医治病痛的、受伤的，也安慰心灵苦闷的。也求主赐智慧、怜悯、谦卑于我们主政者。亲爱的主，求你请听我们的呼求，不致掩面。我们相信凡事互相效力。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这时车空的诗班来学咯。今天要献的诗歌是越久越甘甜。感谢康利斯班为咱带来美好的歌声。讲首上帝话，咱做来讲他上帝话。今仔要看圣经是诗篇26篇1到12节。然后带圣经兄弟，请掀开596面，也是看头前的头影片。咱做伙来读。耶和华，求你教我看大，因为我有照我的传来行。我有你我流汗，耶和华，求你感察我，试验我，锻炼我的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常伫我的手前，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袂感觉荒唐的人相甲济，也无甲假济的人做阵。我
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今日牧师要对恁分享讯息是：谁能拨开迷雾？下面时间交予牧师。也这大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甲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只是要对你的话三甲实，看见你的话伫阮生命中诚做最大的帮助。看见你的心也充满伫阮，阮的心神甲能力拢会当伫遮来晓悟，对明白你的话，伫遮得到启示甲帮助，会当互阮伫遮徛在。将你的话，诚做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对打到永远。主，阮将你的话要伫遮三甲开听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大平安。请问恁捌受人泼过垃圾水无？无。也是讲你无讲过的话。硬讲是你讲的，你没有讲过的话，意思说是你讲的。无做过的代志，硬讲是你做。有没有被栽赃、被冤枉的感觉？真正会当互人伫遐受气的。有时气到要掠讲，有无？这个泼垃圾水啦哈。按照道理来讲。咱应该当将代志甲对方互相伫安怎，爱讲互清楚，对无？讲清楚、说明白，这真重要。互即个误会，互即个误解，会当伫安怎透开起来。总是有时阵，咱知影有人会故意将即种冤屈的代志加强伫你、伫我的身上。无你怎样解释，无你怎样讲。也无路用。其实牧师一生的中间受过上大的冤屈，对10多年前马街的事件。迄时牧师也是马街的董事，本想要好好服侍，帮助咱的病院会当按照即个正常正面伫遐来发展。无想到因为选举，董事选董事的代志，竟然互人侮辱。讲阮想要霸占马街病院的财产，虽然牧师后来有签落董事无要阁就任的声明书，结果咧，由完互告去到法院，到今已经10几年啊，还阁伫法院伫安那，囥伫遐吼，还阁囥伫遐。即种伫法院诉讼的代志顶面，我看爱等到牧师退休，还是牧师安那？等于上帝遐才会解决吼。兄弟姊妹，咱爱面对即个互人泼垃圾水受冤枉即件代志发生的时，请问你用什么款的态度伫遐来回应呢？牧师相信，咱一定拢真努力，想要伫遐那为家己来辩解。所以，如果别人若出于嫉妒的心态，也是为了伊家己自身的利益，故意栽赃、侮辱，那你我大声的辩解也是无路用，因为对方毋是无明白，你是故意要安尼做，为要夺无伊家己更较大的利益，就故意将你弄拉散。有几啊年的时间，牧师因为即件代志，伊伫精神上受到真大的打击，有感觉一种行袂出去的见笑。每一摆想起来，都非常的受气，感觉真无公平。虽然真恶的食落即口气，有时也会产生一种报仇，有无？你若拄着互人泼垃圾水，会想要报仇无？有无？会无？会啦，我想拢会啦吼，种心理。怎样想？你安尼冤枉我要到上帝面前控告你。求上帝伫遐来处罚审判这个歹人。迄个时阵，牧师读到罗马人书12章19节甲21节安尼讲：所听兄弟啊，无你家己伸冤，就忍气较好，
因有记载讲，主讲伸冤在伫我要报应伊。若是你会对伫枵，就互伊食；喙焦，就互伊啉。因为今日是将热烈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目的互歹较赢，就互好较赢歹。每一摆人咧读即段圣经节的时，就拢感觉像咧顶是一个工一样，真正伫遐挣扎、痛苦、煎熬，毋通为着家己来伸冤，宁可伫遐来让步，拢听主的话，听主伫遐来判断。咱知影即句话若背落来真简单，总是要做到。其实对人来讲，毋是遐尔啊简单。兄弟姊妹，当你受人冤屈，伫遐互人泼垃圾水的时，你怎样处理你家己的心情甲心态呢？今日咱所读即段圣经节诗篇26篇，伊的标题注明是大笔的诗。这是对一寡圣经学者所认为这篇诗篇的背景，可能甲即个撒母耳下卷第4章5节甲12节所记载，扫罗的囝伊斯波设被谋杀的代志有关系。扫罗王伊死了后，国家分裂做两派，一派呢继续支持扫罗的囝伊斯波设做王，另外一派就全力支持大卫做王。撒母耳记3章1节有安尼记载讲，扫罗的家甲大卫的家交战久久，大卫愈强盛，扫罗的家愈衰弱。伊斯波设因两个军长看见扫罗的家日日伫遐衰弱，因就想要西过瓦大平，因伫遐啦斩落家己主人伊斯波设的头，走去要献予大卫，也做会得到大卫的奖赏。无想到反倒转被大卫处死。虽然伊斯波设因两个军长这种背叛的行为，甲大卫无任何的关系，大卫根本就毋知影，总是遐对着大卫的人去认定，这件代志一定是大卫所导谋的，因为伊斯波设的死，上大利益者就是大卫，会当顺利统一整个以色列国。所以圣经学者认为，这种攻击诽谤，互大卫感受到非常的受伤。所以怎样来解说也拢无路用，因为相信的人就会相信，唔相信的人就是唔相信。所以大卫王只好写落这篇的诗篇，来表明家己的心志，求上帝监察伊、试验伊，为着伊来伸冤。所以诗篇26篇会当分成做3段来解说。整首的诗会当讲是大卫对家己的评价。第一段是1节到5节，大卫对家己的行事为人的评价；第二段是6节到8节，大卫对家己的信仰以及宗教生活的评价；第三段是9节到12节，大卫伫上帝面前定心立志。第一段，大卫对家己行事为人的评价。伊伫遐讲：耶和华，求你甲我判断，因为我有照我的顺传来行，我靠耶和华无摇错。耶和华，求你监察我、试验我、锻炼我的心肠，因为你的慈爱上伫我目睭前，我也有照你的真理行。我袂捌甲荒汉的人相较济，也无甲假罪的人做阵。我怨恨歹人的话，无要甲恶毒的人同坐。兄弟姊妹，请问你咧读这段大卫所写的这篇诗篇的时，是毋是感觉大卫真正是一位真特别的人？你看伊上帝是完全的开放伊家己，拢无暗含的表达出家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大家敢若阁会记得撒母耳记下卷6章14节的记载？
伫迎接上帝的约柜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大卫伫耶和华的面前尽力跳舞。大卫下右地步的以弗得，代表伫上帝面前欢喜跳舞，是遮尔尽力热情。结果，互伊的某扫罗王的查某囝米甲，伫遐来踢笑伊讲：以色列王今仔日有偌大的荣光啊！今仔日裸体伫人神的女婢目睭前，亲像一个无下落人无畏见笑裸体一样。撒母耳下卷6章20节，这就是大卫。这有人感觉大卫伊的个性非常的真，是毋是伤过天真？总是有人感觉伊伤过自大夸口，怎有敢讲家己向来所行的代是顺传呢？所以其实这就是大卫可爱所在，也是得到上帝欢喜的所在甲原因。因为家伫上帝面前真坦白、真坦诚的表达家己，将伊的处境、将伊的困难的所在、种种的情况，拢坦白、坦诚的向上帝来讲。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会当伫遐用真坦然、坦诚、坦白的活伫上帝面前呢？还是咱有时连伫上帝面前拢想要暗暗夜夜，像带着一个假面躯呢？所以伫遮第一节大卫讲，因为我有照我的顺传来行。伫即个所在的顺传，并不是讲伊完全无做，因为伫第11节，伊也承认家己需要上帝的救赎甲怜悯。大卫讲，我要照我的顺传来行。因为心中坦然无见笑，经得起考验，也因为安尼时，伊求上帝监察我、试验我、锻炼我的心肠。兄弟姊妹，面对别人伫遐甲你泼垃圾水，上帝先咱都要诚实的问家己，咱即个心是毋是有够坦然坦白的？兄弟姊妹，上帝伫咱的内面有一个叫做警报器、警报器，就是啥物？咱的良心。咱的良心会甲咱讲，咱所做、所行的到底对，也毋对。有时咱想起来，即件代志安那，敢咱做了毋对，会无？会哦。咱即件代志做了对无？真正对哦。吼，咱会当伫遐来分别，伫即个警报器会安那？即良心的中间来判断，所以约翰一书3章20节到21节讲，为上帝比咱的心较大，也无所毋知。所听兄弟啊，心若无责备咱，就咱上帝有好胆。所以咱知影良心若有责备，就是错误，咱就安那悔改。良心若无责备，咱就安那来勇敢。兄弟姊妹，咱认捌上帝人，行事为人，拢爱凭着良心，伫上帝面前负责任，总也是爱倚靠上帝的慈爱甲公义，勇敢徛在，无需要活伫遐行。大卫伫遮甲咱讲，我倚靠耶和华无摇错，因为你的慈爱常常伫我的目睭前。我要照你的真理行。这兄弟姊妹，面对别人对咱不实的指控，咱当然大声都要审查咱家己，是毋是按照上帝的真理来行？如果你的良心若无伫遐来指责你，你就要倚靠上帝恩典，勇敢行过，勇敢向前行。千万毋通陷入伫魔鬼的陷阱，连你家己也不断伫遐咧指责你家己，控诉你家己，别人伤害你，就已经有够受伤啊！为什么要搁伫家己的伤口顶面伫安那撒盐，互你家己伤害家己咧？所以咱就要倚靠上帝恩典，像大卫讲一样，倚靠耶和华，拢无动摇，相信上帝必定成愿。那呢，大卫怎样来证明家己的无辜咧？伊讲。
我袂捌甲袂捌甲放汉的人相甲济，也无甲假罪的人做阵。我怨恨歹人的话，无要甲恶毒的人同齐。诗篇26篇40到50。咱有一句俗语讲：近朱怎么样？近墨。嘿，所以咱要知影一个人，咱让观察两项。头一项就伊甲别人怎样交往，还是伊欢喜去什么款的所在。所以有一句话讲：道不同什么？不相为谋哈。有时咱知影无共款性情的人，若要斗阵啊，有时啊斗阵会来无？会无？无法度吼。其实个性有时，互人无法度斗阵。敢若个性下的人啊要安怎甲分开，拢分袂开吼。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咱甲什么款的人做朋友，真重要。为啥会重要呢？因为好朋友会安怎？会甲你牵绳，会甲你牵绳。敢若歹朋友咧，会甲你牵拖吼。所以咱在谨慎选择朋友。搁一项就是欢喜要去的所在也非常的重要。如果有一寡人欢喜去参加一寡叫做吃喝玩乐啦吼、跋筊啦吼、啉酒啦吼，等等无好的聚会，你不得不甲军队就伫遐来对咯。所以兄弟姊妹，想要得到祝福，都爱大先爱避免灾祸。人生有一寡代志，袂当做就是袂当做，千万唔通去踩什么地雷吼，你若踏着安怎？家己炸掉伊吼。所以无甲满口讲白贼的人做朋友，无参加无好的聚会，你就袂为着家己甲厝内的人惹麻烦。所以要守掉家己的什么？守掉家己的本分，伫遐脱掉性命的破口，这人生上基本的原则，这是非常的重要。第二段60到第8节，代表对家己的信仰，以及宗教生活的边界。拄则40到50节，代表表明伊无做什么。现在咧，60到8节，代表伫遐表明伊要做什么。伊讲：妖法，我要洗手，表明我会无做。才来洗礼的这段，通互人听见感谢的声，搁通讲起你一切奇妙的所做。妖法，我听说你所住的厝，以及你阳光所伫地的所在。兄弟姊妹，拄啊牧师有讲，守掉家己的本分，脱掉你性命的破口，这是人生上基本的原则。这无甲歹朋友交往，无好的所在去，就袂为着家己惹来祸端。所以守掉这个原则了后，咱就要开阔家己性命的境界，就是爱来亲近这位宇宙万物上大的快乐，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咱的上帝。这是非常的重要。第60到第8节所表达的是代表的宗教生活。伊到上帝面前伫遐来献祭敬拜，伊一点仔都无马虎，无随便。伊大声来清理家己，才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咱常常会讲咱家己真疼上帝，真爱上帝，有无？你有没有很爱上帝？有没有？有没有很疼上帝？有无？有啊！咱常常会讲咱真爱上帝，也真疼上帝。总是咱来到上帝面前，咱是毋是总有一种敬畏的心呢？有时牧师看到咱礼拜已经开始啊，吼，还有人咧创啥？行来行去吼，有时有人可能早起较晚食，所以来教会食啦吼。即马少年囡仔吼，那就爱什么？滑手机吼。这就是对上帝无够野的敬畏。有时咱会随意，
就是对上帝无尊重。因咱人拢已经来到教会，要直接来创啥礼拜，却无敬畏上帝的心，安尼是得袂着上帝祝福。当然，牧师知影，咱看到咱的兄弟姊妹，哇，大家拢真安那会欢喜无？哇，一礼拜无见面啊吼，大家拢真欢喜吼。一礼拜安那无讲话吼，大家拢真。但我会记咱即摆拢 RPG 嘛，对无？已经碰是咧讲，还是碰是讲话讲无够，所以来到教会爱搁爱伫遐吼拍招呼爱搁讲个哦。当然，这种的欢喜，这种热情拍招呼，啊，有代志需要沟通、交代等等，拢是真重要。有时对咱来讲也是需要。总以其他拢会当到礼拜后，咱才来处理。当然有时咱是会以为安那想过无，咱要找什么人，牧师迄个什么人有来无？啊，未够。爱去参加什么吼？啊去，落来啊会友无去啊吼，啊所以伊就足急的吼。所以有时要哪联络，要哪交陪，要哪沟通，这是咱爱互相伫安那打理好势。伫礼拜中间，咱都爱伫遮啦，三个同心敬拜，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礼拜时间就是爱专心敬拜上帝，心安静，咱才有办法领受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祝福。你心若烦杂，想东想西。无用当无用使，就会失去了上好的福分。特别讲，我要洗手，表明我会无罪，才来洗你的祭坛。洗上帝祭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存在是为着上帝，我的生活是为着上帝。也是讲，无论做什么款的代志，拢是为着要来荣光上帝。这就叫做洗上帝祭坛。因为即咱知咱人生充满着侪侪忧郁，每一天咱拢会做真侪的选择，什么通做，什么毋通做。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甲咱讲一个原则，就是安那，凡事拢通，总是无拢安那有利益；凡事拢通，总是无拢建立德行，也是讲咱咧做这个选择的时，咱来考虑了3项。头前我做了这件代志的时，是毋是对咱家己，还是对别人有利益、有帮助呢？第2项，我做这件代志，是毋是对家己，还是对别人的性命成长有加分呢？第3项，我做这件代志，是毋是上帝会欢喜呢？所以咱这3项人拢 OK， 咱就勇敢向前去行去做。如果有一点无 OK， 那呢咱就要来考虑。保罗伫哥林多前书6章20节，也咧提醒咱讲，因为恁是用价钱买的，所以就伫恁的身躯来荣光上帝。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对上帝见证，大家拢咧看咱基督徒怎样做。怎样行？也因为安尼，代表讲，通互人听见感谢的声，搁通讲起你一切奇妙的所在。耶和华，我听受你所住的厝，以及你荣光所伫地的所在。所以，咱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喜爱住伫上帝的殿，羡慕上帝的同在，就要好好保养、保持家己的身躯。也要谨慎保守家己的行为，安尼，咱才能开阔生命的境界，得到上帝丰盛的祝福。第3段9到12节，代表伫上帝面前定心的日子，讲毋通将我的灵魂甲罪人做一个收失去，毋通将我的活命甲害人的做一个收失去，因为手中有奸恶。因为正手满满暴露，轮到我要照我的宣传来行，求你救赎我，怜悯我。我的脚徛伫边塔的所在，伫正会中，我要婀娜摇花。听讲轮到我要照我的宣传来行，这代表搁再一摆伫上帝面前日子，要搁较完全。咱有时咧看代表，伊本来甲上帝关系就已经袂歹啊。可是伊又愿要伫上帝面前，搁在重复来
表明伊的心声，要活得顺转，可见伊无自满，伊还阁安怎？有一句讲中文叫做精益求精，对吧？爱阁较好，爱阁不断伫遐来求进步，也正因为安尼生，灵性甲生活，才会当阁再安怎更高什么一层楼，你才会当阁较完美，阁较美好。兄弟姊妹，万美的中间，只有人才会当伫遮不断反省家己，伫遐反省家己是毋是有毋对，家己做无够，家己爱阁努力，不断的向前求进步。这是因为上帝已经将伊的神放伫人的内面，所以特别讲，毋通将我的灵魂甲罪人做一个收拾器，毋通将我的活命甲害人的做一个收拾器。对即句的圣经的中间，咱通看见大卫认识着人，毋单是伫今生，伊知影人还阁有灵魂，要有永远。大卫无愿意伊的灵魂沉沦，伊无愿意伊的灵魂互上帝除掉。确实，人若有即种永远的观念，有认捌着永远，即个永远活。才会当对准这个永远伫遐来活，才会追求永远的代志。就永远观念的人，伊都袂一时被挫折伫遐打击到，因为知影失败只是暂时。所以有一个永远观念的人，伊会不断伫遐想要求进步，因为还阁有明日，还阁有将来，还阁有见上帝的迄一日。这兄弟姊妹。伫人生的即条道路顶面，咱有时会拄着即个迷茫、迷黑的时阵，眼前好像一片的黑暗，看无头前的路。之最会当为着咱来拨开即个迷雾，即个茫茫的雾，尤其是伫无辜受害的过程中间，人的情绪甲心灵。是上软弱的，真容易受到冲击，而产生苦毒、怨恨、甲愤怒的。所以咱爱到上帝面前，代别同一样，伫遐来求上帝监察我、试验我、锻炼我的心肠。咱也爱求上帝监察咱的心思意念。是毋是有即个无讨着上帝所欢喜的情绪甲思想，然后求上帝清气？因为大卫伊深深感受到上帝用阮困难临到伫义人的心上，所以是要炼净伊的性命，要炼净他的生命。大卫会当有这样的祈祷，因为伊认定上帝是听伊的。并且伊愿意遵行上帝的真理，伫遐来行，伫遐遵行上帝真理的心。所以伊知影家己原是一个软弱的人、软正的人，需要伫上帝面前，伫遐搁再一摆日子，伊要行事顺转，安安伫遐跟对着上帝。所以咱在直接来求上帝帮助咱，咱拄着无明白的代志。咱的心目中有一寡迷惑、无了解，又爱坚定咱的信心，又爱相信上帝恩典、慈爱绝对袂离开咱。只要肯伫上帝面前反省咱家己，就会得到更加多的恩典、怜悯、信心甲勇气。咱就爱记哩，上帝用阮遮的代志，来讲遐个代志临到伫咱的身上。是为了要帮助咱的性命伫遐来成长，互咱有更加多通羡慕即个永远活的福分。所以今日咱重新伫遮来侍奉上帝，侍奉咱的主，咱凡事是要讨伊的欢喜。虽然咱遭受了这做冤屈，迄也是因为为着主的缘故。这也正是咱伫上帝面前要得到恩典、祝福的机会。互咱伫咱的人生这条道路，会当安然行到上帝，伫这个信仰、天条甲上帝这个关系，
我相信上帝特别伫遐来祝福咱，甲咱三个弟弟，伫咱的一生一世，不但伫咱本身，伫咱行行顺顺，世世代代，拢要得到宣传，拢要得到保守，拢要得到看顾。愿上帝祝福咱，咱三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即是三甲主持伫你面前，我再一摆对你的话送学习。特别阮看见大卫，伊伫伊人生的路站，虽然伊当做王，但是伊些伟大的王，也甲上帝中间是非常的亲密，合上帝你所欢喜的。总伊人生也拄着侪侪恶你担当的事，有时困扰伊，甚至伫伊性命中也受到威胁。所以，阮看见上帝你有缘拨开遮个，帮助伊、坚固伊，可以时时甲你中间的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守调甲你中间即个顺转美好，坚固伊本身的心智。主，阮的上帝，看见你会当帮助阮正爱之辈，问拄到任何的境遇、任何的环境，还是所拄到的代志，拢会当因为掠上帝诚做阮信仰的中心。甲上帝伫遐更较有亲密的关系，透过阮所拄到的代志，互阮的性命来成长；透过阮所拄到的代志，会当更较看清楚上帝你伫阮的性命中的水甲好，经营阮甲你中间更较亲密的关系。主，我一摆将阮本身，伊愿正爱之辈完全恭敬交托伫你的手，让你继续带来引传帮助坚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正爱之辈完全恭敬交托手。感谢牧师为咱带来美好的讯息，回应上帝话，咱大家做伙来吟诗，新信诗184首，旧信诗452首，会众请起立。
众请坐，请执照的执事来释放奉献，请会众赢306首。会众请起立，请来用第4集。健康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打阮奉献，要为教会的事工，求你原谅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咱来读今天的金句。本周句：耶和华，求你检查我，试验我，锻炼我的心德。诗篇第26篇第20。好。此时，请大家来掀开周报，我来报告，请大家来看。礼拜后有第2堂礼拜，请服侍同工继续留下服侍。礼拜后周年团契在4楼聚会，内容会暖会节分享，欢迎亲友踊跃参加。而下午3点30，抗力团契在教会3楼举办4到6月份的结婚纪念分享会，4点半前往炙烧牛排馆聚餐。6月21日10点在教会3楼有新人观察经班，欢迎参加。6月25日是本会所定社青暨青少系关怀主日，感谢关怀长老王世明长老用谈儿童青少年的牧养与教养为主题来分享，请共同来关心儿童暨青少年的牧养。当日有今年度第3次圣典礼，请兄姐预备心与主耶稣同坐，纪念主的爱。礼拜后召开小会，请小会员致意参加。当日也是毕业生感恩礼拜，也求上帝保守引导人生新的里程碑。礼拜中也要为儿童夏令营所需要的经费募款，请邀请兄姐一起来共襄盛举。礼拜中也要颁发填写圣经填充题的奖励，4到6月份至少8张，请有写圣经填充题的兄姐赶快缴出。中会松年部定于7月7日上午10点在马来亚餐厅举行会长干部座谈会暨联谊聚餐，请松年会长派员参加。总会青年部定于8月25至27日在高雄征服山举办全国青年查经营，主题为象山采药，欢迎青少大专辅导以及对查经有兴趣的人都可报名。7月31日额满截止，教会有补助。泸州长老教会定于6月22日9点半至2点半举办欢庆150周年泸州马街日，活动精彩多元，欢迎参加。圣经填充题为诗篇26至32篇，欢迎使用6月23至29日的新人观经文金句导读。
那本周寿星是王月竹长老及张巧英。愿上帝祝福，日日蒙恩得福。奉献征信，若有出入，请向会计或出纳提出更正。此时，请牧师来为我们带领我们同心祷告。咱起立为了咱所关心、所报告、所需要大家，直接开嘴开声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三个组织，搁来一摆伫你面前敬拜阿罗，但只是献上阮的求祷的手来到你的面前。对为着阮的教会需要，主可以为着阮备办礼拜中心，为着一只来敬拜、来造就、来宣扬、来带领，互较侪人来归应你。主，阮的上帝，可以你特别带领引带阮、帮助阮。可以你也为着阮所开拓的新邦希望教会詹姆斯甲正信徒三个地地。主，可以你使用人民伫即间教会，祝福的手也放伫即间教会每一位同工兄弟姊妹的身上。阮本身教会需要，阮兄弟姊妹需要，阮特别伫遮为着遮的身躯病痛、艰苦，当地复健开刀后的复健的兄弟姊妹，主，阮为着思路来祈祷，伊开刀后身躯的状况依然需要继续上帝你的圣手医治帮助，可能你特别甲伊三个弟弟，我为着连招者来祈祷，伊伫遮住院住院后，已经到回群伫遐来休困，总是伊本身伊的脑底因脑炎治到伊即时拢无讲话，主可能会当开阔伊的心境，医治的手放伫伊病痛的所在，为了领受上帝最大的稳定。就满满伫伊的身上，阮的主，阮的上帝，阮要做阮的兄弟姊妹，伫身躯病痛艰苦的中间，主可你从你的圣手医治甲帮助，互因伫即个身躯病痛艰苦的顶面得到健全，得到徛在，得到上帝你医治的手，互因来看见上帝你的新约基督伫因的生命中，伫遐来产生，互因来领受上帝你大大的拯救、救赎甲稳定，主可能你甲遮兄弟姊妹三个弟弟，阮出国出外的兄弟姊妹，特别做兵的，拢看过伫因出来外，拢得到你的平安，无论因的家庭、因的工作，以及因所需要一切。主，阮的上帝，阮也伫遮为着阮所带到的对象，阮所关心的人，可能你会当互阮伫基督的中间，互阮所关心的对象，阮所带到的人。也那像上帝你大权的手放伫因的身上，伫遐保守、看顾、祝福，特别帮助、医治、甲健全因的心智，也会当互因伫遐来看见上帝你的荣光，转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甲敬拜，领受上帝你大大的恩典。主，阮教会所推动的事工，阮 RPG 的基督小组，也是阮的家庭祭坛。拢会当伫遮，搁来一摆来进入甲上帝你中间搁较亲密的关系。透过阮的祈祷，透过阮对你的话的认捌，透过阮伫遮同心的敬拜，阮领受你大大的恩典甲福分，临到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主，我来一摆将阮的祈祷完全透到你的面前，阮的祈祷恳求拢是靠这所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上名的诗，诚信诗397首，旧信诗513首，因诗只请牧师来接导。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常享受圣神的帮助，对这甲咱正的姊妹三个地地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今天的聚会到此，请默祷，请大家在订阅后结束再离开。也愿各位弟兄姐妹回去能够实现上帝的话语，